近吼对，我感觉规个人迄规身躯哦，三不五时就遮咧无爽快，遐咧无爽快，哦，有够刺个啊！安尼你有去看医生无？有啊，啊，医生讲你存偌久？医生哎，医生讲我无代志。哦，无代志哦嘿，无代志就去找工课做嘛，莫伫遐弄溜咧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人无安怎。哦，人无安怎？嘿嘿安尼，我甲你讲，你会使去庙内底行行，静一下身躯拜拜。首先呢，你要甲咱神明讲你的名字、八字，啊，佮有住址。上界重要的就是诚心诚意问你想要问的代志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新明吼，我叫姚成印啊，我是这个民国83年旧历8月8号出世的。哦，安尼你想啥？啊，我姓高的。什么品种啊？迄无咧分品种好无10种啊？你莫撩我白讲好无？你互我讲煞今仔中原普渡大家拢来啊，你无看？遮就干那咱两个人，什么大家啦？有啊，阮阿嬷有来，你无看？你哪？阮叔公你嘛熟悉啊，对无？恁阿嬷早就过往啊，你是白啊，咧？足久无看的，最近好无？等啊！恁阿嬷早就过往啊呢？我知啦，哦，那就讲啊吼。你看起来足紧张的。无啦，我人小可无爽快啦哦，咱紧拜拜，紧回去。好，拜拜拜。前面我保庇啦，真是紧走啦。等，你插唔对啊？差唔对啊。迄是庙公的尻川。庙公拍伫新道面顶要创啥吼？等，你真正插唔对啊？又搁安怎啦？迄是加速烫。加速烫。嘿嘿，你即马感觉啥款？无病无痛咯。多谢大家。阿弥陀佛。